立春的意思就是讲春天已经来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无论过去一年有啥物款的艰难困苦，上帝总是一路陪伴咱到伫如今。咱今仔日会当进入到上帝的圣殿内底来敬拜，这就是上帝恩典甲咱同在的一个证明。咱会当伫病痛当中继续存活，也是上帝疼痛咱的一个证明。咱对上帝领受一切的平安、平平凡凡，嘛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一个恩典的证明。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咱特别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来感谢上帝所赐福予咱的一切。来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是你赏赐予我的，我也要愿意用着我的生活的见证，来见证上帝你对着我的疼痛，互我认真活着，互我活得甲上帝三角同行。所以，咱同齐开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至圣的主，阮的上帝，你的疼痛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通过你的疼痛甲祝福，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的美好。主，阮所以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恩典，并且你的恩典是遮尔济、遮尔大。一方面，阮感谢主，你赏赐阮一切丰盛的疼痛，将民世界也伫主的面前来祈祷，讲主是你亲自成就一切的美好。用我活命所留落的，主啊，继续帮助我、引带阮，赐阮伫阮的身上，互阮倚靠你，伫生活的每一个坎站，来领受上帝你丰盛恩典甲平安，并且也是互我会当献上活命，口出温言，心有平静，知影人的受气，并无成就上帝任何的好。无成就任何上帝的义，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我仰望你，我恳求你，赏赐平安，赏赐怜悯，赏赐丰盛的祝福伫阮的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伫主你的听内底，继续来仰望你亲自成就一切的美好。世界感谢主，你伫阮身上所行的成就伫阮内面。主也要继续讲，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你的确要伫新的一年、新的恩典、新的丰盛、新的怜悯。感谢主，将阳光归予你。感谢主，你赐恩伫你家己的教会，互教会通对着厝内面的人彼此相听，进步到彼此同心学习，受训练真侪军尊祭司的团队，真侪要合法的军队。感谢主，你听阮的恳求，成就一切的美好甲祝福。感谢上帝的疼痛，哈利路亚！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看顾阮过去的年日，对阮幼囝的时阵，一直到阮壮年年老，上帝你的慈爱一直拢伫地。阮感谢你所赏赐的一切，伫阮所经历对上帝你的认捌，祝你继续帮助引带阮。互阮今仔日活的，就是为主来活。阮会通伫每一日，会通口出恩言，手做上帝的圣工，脚行伫正直公义所在的道路。通互主你的听，继续借着阮按着这个世代显明，互你的公义恩典归伫阮甲阮的行行顺顺。愿阳光归予你，平安赐福伫你正义路。互阮今日搁再一届进入殿中。主，阮有一个恳求，就是阮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耀，看见你阮来享受平安、欢喜甲恩典。阮伫主的面前讲是，阮也甲家己献互主，互阮一年日诚侪上帝你会当路用的器具。叫阮通诚侪上帝你美好的见证，望你的业力，直到阮见主的日子，阮会通对主来得到迄个美好的称赞，也甲正圣道，甲你所疼痛的正义路，三甲做伙敬拜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报完影来报告，谢谢。
各位兄弟平安。平安。伫聚会进前，我来做小一个报告。第一，2月初9、2月初6，就是拜四到这个拜二。少伟传道夫妇甲主流的老师同工共5个人，前往到日本北海道爱林教会参加美美贵的研习，请为着同工有美好的领受并平定平安来带导。第二，感谢主的恩典。恭喜周友昌、沈维珍夫妇伫1月23蒙主赏赐一个女婴，取名叫做牧师。母女均安愿主祝福，囡仔伫主的疼甲真理中来成长。第三，2月初10就是拜六大年初日，上午9点半要来举行着新春感恩的礼拜。敬邀兄弟姊妹伫一年新春的开始，同心来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祭。第四，南部教区上清旅游伫4月15至17，要来前往着华东地区温泉3日游。2人房每一个人1万过100，4人房每一个人8000块，8700块。教会甲乡亲团契年度各补助乡亲团契团员每一个人1000块，合计共补助2000块整。请上省的兄弟伫2月26进行完成报名。这个详细有伫公布公布这个行程，请自由来参与。第五，因着目前清洁同工因为身体无拄好请假中。因此，请各小组部会伫聚会了，会当将聚会的场所小可甲整理，保持清洁。敢有补充报告？有请阿兄，这咱看迄个第4点吼，南部教区乡亲旅游这个部分吼，这爱甲各位歹势吼，因为伫咧迄个整理的时阵吼，无甲伊整理好势，就是这当中吼，总共吼是补助1000块，毋是补助2000块，就是对教会兄弟姊妹，你若像有缴会费的兄弟姊妹。那么呢，咱会伫其中呢补助1000块，是补助1000块，毋是补助2000块吼。甲各位报告吼，谢谢。咱甲时间交敬拜团，谢谢。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来到伊的圣殿中。圣经甲咱讲，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咱就靠手心合来讹了上帝，能欢欢喜喜入到上帝殿中的时阵，欢喜无？阿门。咱甲边的人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我要做敬拜。请咱起立来吟，咱要常常有讹了的时光伫咱的心中。这首诗歌讲咱要讹了到天光咧吼，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我要开嘴，我要讹了到天光。因为天主勇敢平日就要恁的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讹了主，因叫求阮今日就要恁的酒，我叫起个天上天宝，我主上帝，地万邦万国拢要也唱出阿乐，哈利路亚，愿歌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嘿，我要开始，我要讹了到天光。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我心着跳，我心欢喜讹了主，伊都叫阮今日就要恁的酒，你的天上天上天宝，我主上帝，天的万国万国拢要也唱出阿乐，哈利路亚，愿歌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我要起嘴，我要讹了
为主，因为今日是要好多条路的你，我要开嘴，我要学了到你个，因为叫做眼光今日就要啉的你，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了主，基督叫阮今日就要啉的酒。奉献基督献上的梦，我主上帝，你的万国万国拢要也相信我咯。哈利路亚，愿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造，咱开唱来感谢主，来祈祷。哈利路亚。上帝咧看咱，当咱唱歌要举手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顺着歌词讲，我是要举手，要来学乐伊，举双手要来学乐伊，眼光归主，因为耶和华笑面要帮助咱，伊荣耀的光要光照咱的心，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哈利路亚，再来一摆哦。要甲咱人才，要甲咱做伙。时间要过真紧，立刻来到一个新的一年，都要临到了。咱得用感谢的心来到伊面前，继续虔诚来敬拜主。光阴快过，又
灵的生活受提升。今日事刚刚不久了，亮亮亮着望着万条，叫做我心的理解。的唱的，互阮的灵命日日受到主的提升，互阮的信德会当加增。兄弟姊妹，伫新的年开始，互咱阁有一摆新的愿望，是上帝互咱的年日，咱继续来祈祷，为着家己会所欠缺的，求主圣灵，互咱发现咱的需要。咱欠缺伫主面前，要得到保障，就是对圣灵来，要充充满满，无一项欠缺。特别伫属灵的生命，特别伫属灵的福分，特别就是你的应允当中，拢无欠缺一项。感谢上帝，来你将上天的福分灌压落来，灌压落来，互阮的心较无我要得到，我要得到，因为我有困难，我靠通我为主来做工，我有着圣神的能力，我较会当讲主啊，主用我一生，主啊，主用我一生，这是阮的祈祷，感谢你的聆听。新的一年，我们有更较多提升，是阮上帝你来带领，来帮助阮，感谢主。主啊，阮有一个圣洁的生命，该当吸引伫你面前，接着所基督的保护，带阮有一个圣洁的坐伫你面前。当阮的祈祷你听见，当阮在讲，我要伫你面前献上活祭，是活我的祭，像这主的脚、主的喙、主的手来服侍这世地的人来。我心切切靠乎你。脚步，我心切切脚步，脚步你也做。
伫主的面前。拢需要主，拢需要主救用我一生。耶稣，耶稣，主耶稣，救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用。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正做何等的人，是因为你恩典的拣选，阮会通正做上帝你的儿女。主，你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保护，你并且唔甘我干那平平凡凡过这一生的年日。你创造阮是有目的的，你拣选阮是有恩典的，你让阮会通成做君尊的祭司，并且你赏赐阮有基督的权柄。你安尼讲，阮就是干那两个人三角同心祈祷求什么？上帝，你讲，阮若同心凭着信心来恳求，就是相信上帝你会做成的代志，相信上帝你有上水的旨意。主，你讲，这个代志就会成就。上帝也帮助阮，互阮的眼目对着看这个世界的代志甲物件，会当转向来向上帝你国度的荣光。上帝你创造阮的目的，互阮的眼目注神伫迄个所在，互阮的眼目看出迄个目的甲意义。免得阮的年日，就是干那互时间甲阮消磨了去。长期落尾，阮可能有积住一寡钱，但是伫上帝你的面前，阮确实一点啊，都拢总无有价值。上帝啊，帮助阮，帮助阮，带阮去迄个到伫迄个更较悬的山岭，互阮会通提升活命，会通去看到上帝国迄个真正的荣光，通互阮甲阮的生命是投资伫迄个所在，免得到阮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阮伫遐吐气，阮伫遐惊吓，阮伫遐唔知要安怎样做。
上帝来帮助阮，恳求来帮助阮，互阮的活命会当弃绝世界的旧的世俗，互阮的生命会当领受上帝国新的恩典甲目标，互阮伫这个新年的时阵，阮真正是会当弃旧换新。旧的代志可以过去，旧的罪恶可以过去，旧的羞愤可以过去，互上帝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新的眼光、新的慈爱，借着阮会当真侪阮身边的人的祝福，真侪上帝你欢喜的见证。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色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继续，咱要来读上帝话，启用文第5篇，用启用的方式来教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会当经营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会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启示正直，会劝化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气，会明亮人的目睭；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拢比金仔搁较玄无，并且比极济的金通玄无。比蜜甘甜，搁比芳芳滴落来的蜜甘甜，并且你仆人也伫安尼来受到警戒。受到这个就大赏赐。什么人会当知影家己的错心呢？愿你赦免我印字未现的过错。求你拿早仆人无犯任意难斩行的罪，无用阮这个罪限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内的意念，伫你面前蒙悦纳。阿门。真欢喜感谢伫主的面前来敬拜。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什么？那你这个我们的周报讲道的题目是什么？好，安尼咱就继续来纪念上帝恩典。请咱同齐来献开周报第4面，咱来读本周主要的几段经文。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这3段的经文，请。以利讲，你会当平平安安的倒转去，愿以色列上帝允准你伊所求的。哈那讲，愿婢女伫你面前蒙恩。对安尼妇人人行去食饭，面上无搁再带愁容了。隔日清早引起来，伫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念马，到了厝内面，以利加那摕。讲，这是我对耶和华遐里求来的。以利加那因全家拢上示落去，
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行所下愿。哈娜却无起嚟，对丈夫讲：听啊，囡仔长了呢，伊就带伊上去朝见耶和华，互伊永远踮伫遐里。你眷顾地，降落透雨，互地大得肥水。上帝河满了水，你怎样灌压了地，通为人有备五谷？你灌压地的泥沟，润平的泥汁，降甘霖，互地软绿，其中发长的望你祝福。你用云顶做年岁冠冕，你的路径拢滴落脂油。滴伫旷野的草场上，小山用欢乐束腰，草场用羊群做衫，谷中也生满了五谷。这一切拢欢呼歌唱。既然用感谢献上做祭，就是荣耀我。迄照正路来行的，我要互伊得到我的救恩。搁再一届阿头来祈祷。至圣的主上帝，你的疼痛稳定，甲你的百姓三角同在。这是阮搁再一届恭敬来恳求你，来教示传讲的人，互阮伫上帝你的面前，同齐领受你稳定的话，引带阮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互阮对着活命内底受提醒，通叫阮将着遐毋是上帝你心意的经验，阮会通甲伊刷走，互上帝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的准则，通叫阮所行所做。因为下注你的心意，阮就搁较会当伫世间当中，对上帝你的话语来证明上帝你的同在，并显出上帝国的荣光来。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咱的活命内底有真侪代志。毋知你安怎样看待代志？咱搁偌久会过年？要几工？啊，4工、5工、5工、6工。来，甲身边兄弟姊妹讲，礼拜六有新春礼拜，邀请你做伙来，甲伊讲来。佮甲伊讲，下记日是9点半。你莫8点半就来呢？8点半无需要咧困咧。啊，所以你看，咱咧看代志的时阵哦，就亲像有个人吼，伊咧看一喉水，但是迄喉水内底吼是底半杯，底半杯有个人会安尼讲啊。剩半杯，剩半喉。有个人会讲啊，抑阁有半喉。所以，因为咱无共款的经验，咱就会对着咱看的代志，会生出无共款的结论。所以，究竟咱的活命是好还是歹呢？在咱的活命内面，咱会定定去思想咱和上帝的关系。伫生活内面，咱看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叫做哈娜。哈娜伊伫这当中其实受真济的苦楚。伊的苦楚是安怎受呢？对这当中的时阵是讲，对起头的时阵是讲，以利加那有2个太太，一个名叫做哈娜，一个叫做比利娜。比利娜有后生查某囝，哈娜无儿女。安尼，咱斟酌看一个代志，伫这个所在讲，一个叫做哈娜，一个叫做比利娜。安尼，倒一个是大某，倒一个是细姨。哈娜是大某，这是记载圣经内底顺序的时阵所记载，就是哈娜伊是大某。当时的
时阵通常有一个情景，就是大某若是无生囝，安尼因就会娶细姨，互家己的名、家己的姓、宗族会当传宗接代。总是伫这当中咱会通看到一个代志，就是讲，安尼汉娜伊无生无生育，了这个细姨有生有生育，并且这个细姨定定就用这个代志来伫遐按着这个大某伫遐甲伊治。若讲起了，就是你这袂生家人的家母。所以，当伊互人安尼来甲伊治、甲伊应对的时阵，伊定定伫迄个所在真艰苦。虽然伊的丈夫对伊嘛是真好，伊的丈夫甲伊讲：有我一个人，敢无比7个囝还佫较好吗？总是伊心中艰苦，伊伫迄个所在，当互人安尼，特别是甲伊同齐住伫同一个年钱卡的人，伊伫迄个所在受到真大的伤害，真大的煎熬，所以伫伊的活命内底，伊面对遮尔济的代志。这总是虽然是安尼汉娜伊伫这当中犹原无放杀伊对上帝的信仰。以色列人1年3摆爱去到伫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因了就去到敬拜上帝。汉娜伊犹原甲伊的这个先生，伊伫敢若同齐做伙去礼拜堂做礼拜。当伊去到礼拜堂做礼拜，伊伫迄个所在，伫遐呢，伊的心肝艰苦。当伊想到，互迄个细姨安尼甲伊侮辱了，伊又佫无法度搬出去外口住。无你讲两个人分开的时阵我毋莫看到就好了了。总是又佫爱同齐住一年纪卡内底，伊想到这个代志，伊心肝艰苦。所以当做礼拜煞了后的时阵，百姓拢做礼拜煞了后的时阵，汉娜家己还佫伫上帝面前祈祷，并且当伊伫上帝面前祈祷的时阵，伊并无出大声祈祷，伊就是安尼，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求你，对，嘴有震动，但是声无出来。当然，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迄个老牧师或者伊利老牧师目睭看无啥会清楚，耳孔个那动耳啦所以看迄个妇人人伫遐厝伊就甲伊讲无你这个啉烧酒醉的妇人人，你到底是咧做啥？了，汉娜伫迄个所在讲，请你毋通看我是做无正经的，无正经毋是讲伊做啥物歹代志，无正经是讲你的礼拜，我的礼拜无下伫上帝的顺序，毋是。汉娜伫迄个所在讲，请你毋通看我做礼拜无下上帝的顺序，祈祷的时间过去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但是我心内底忧愁苦楚。所以我伫上帝面前，我下愿，我上帝恳求讲，上帝求你来听我的恳求，听我的祈祷。伊伫迄个所在，甲上帝讲：上帝我你恳求，我你祈祷。迄个时阵，汉娜伊甲上帝下愿，伊甲上帝下啥物愿？讲上帝即使你若是赏赐我一个后生，我就将我的后生奉献予你。诚侪你的路用，互伊终身拢归向耶和华服侍上帝。亲爱兄弟姊妹，汉娜伫迄个所在上帝祈祷的时阵，伊毋是甲上帝讲：上帝求你赏赐我一个囝，通互我下面的细姨伫遐拼一个关键的。无你要我生5个，伊若生4个，我生5个；伊若生6个，我生7个。上帝，你着替我主张呢？上帝，你都爱知我受苦遮尔济呢？上帝，你帮助我。汉娜伫迄个所在上帝祈祷，汉娜上帝恳求讲：主求你帮助我。但是汉娜的祈祷，伊的祈祷毋是要和迄个细姨伫迄个所在比拼相拼。汉娜的祈祷是干若上帝讲：主，我你恳求一个恩典。你若会当，互我当
有真侪富人人的稳定甲祝福，互我会当真做一个做母亲的祝福。上帝，这是一个真平凡的稳定，总是我无。我向你恳求，我求你赏赐互我，并且伊的祈祷内底，毋是干那为着家己。当撒母耳的时代，咱谈拄则所读这段圣经，当汉娜这个时代内底，伊的时代是伫倒位？伊的时代伫士师记迄个所在。士师记迄个所在有一个真大的历史背景。即使咱若是读士师记的时阵，你一定会读到一句话：迄个时阵国的当中并无皇帝，每一个人拢随意做家己的代志。每一个人无听上帝的话，甚至你会当看到，为着要互整个族群会当合作伙的时阵，迄当中合作伙做啥物代志？合作伙来报仇，合作伙来杀人。所以咱若看伫士师记的后壁迄个所在，记载着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佮带细鱼了后的时阵，迄个细鱼互人侮辱，以后的时阵侮辱甲死去。了后伫当中，这个利未人将着伊的太太夺做12地，分送去12个支派。你会通看到迄个时代内底的歹，看到迄个时代的罪恶，看到迄个时代内底人的雄。汉娜祈祷一个代志，讲上帝啊，我向你恳求，即使你若赏赐我一个囡仔，我将伊奉献予上帝。上帝啊，我引带伊，互伊一世人来服侍你。所以伫当中，伊是向上帝讲：主啊，互我的家，互我这个囝儿，成做上帝你会当路用的器具。我毋知影，伫迄个时阵，汉娜敢有向上帝讲：上帝啊，我互阮囝吼，你若是赏赐互我一个囝，我着互这个囝，互你做。互伊选做总统，无，我相信绝对无。伊敢若一项代志，上帝啊，我求你帮助我，互阮这个囝会当一生来服侍你。所以你看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内底，当汉娜伫迄个所在，甲上帝祈祷的时阵，当以利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啊，你这个啉烧酒醉的妇人人，伊甲伊。了后，汉娜甲伊解说、甲伊说明讲，我毋是迄款无正经的妇人人，我毋是迄款做礼拜无照顺时来的人。虽然已经唱阿门颂唱了啊，但是我心中也阁有艰苦，我必须要向上帝祈祷。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就甲以利说明，以利听了伊的说明了后，伊就甲伊讲。汉娜，你会当平平安安倒转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伊所求的。亲爱兄弟姊妹，咱有的时阵吼，咱同齐来学习，亲像以利安尼。当人心中有苦情的时阵，咱来甲听，咱茫甲伊伤济过头，甲伊建议啊，你讲这啊，这上帝绝对袂听。你安尼祈祷根本都无照上帝所爱的去求你，你这真正。事实是安尼，真有可能。就亲像汉娜已经无法度生育，但是以利并无伫这当中甲伊泼冷水。反倒当以利伫这个时阵甲伊讲：愿耶和华上帝听你的恳求。以利毋是甲伊讲对，你转去，上帝一定甲你祝福。伊讲啥？愿耶和华上帝成就你心中的所求。人的祈祷会安怎样啊？咱伫迄个时阵，敢若讲一个代志，愿上帝照伊的旨意美好来行。甚至有的时阵，你听廖牧师的祈祷，我拜托你帮我祈祷，了后我迄个心情郁卒压榨到一个地步的时阵，可能无定到伫迄个时阵嘛，向上帝受气。总是你只要安慰廖牧师，甲伊讲，愿上帝纪念你心中的苦情。以利。伫迄个所在，伊无法度替上帝做决定，但是伊会当安慰着人的心。咱同齐做伙来学习，
互上帝疼痛，互上帝照顾，透过咱的嘴，显明伫人的身上，安慰伫遐心中有苦情的人。含那伫迄个所在讲，愿婢女伫你的眼前蒙恩，对安尼妇人人就行去食饭，面上无搁再带笑容了。隔日早起时，因就起来，伫耶和华面前敬拜，了后就转去念马。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对着人讲的安慰的话，你永远的唔知影，你真无法度了解。对人讲一句安慰的话有偌大，有偌有能力。一届时阵，我唔知，我有一届时阵啊，咧做个别式的时阵，了个别式了后，有人甲我讲，牧师，我真感谢你。伊讲我甲你做一个见证，我就甲伊讲安怎样啊。了后时阵啊，伊甲我写一个见证，讲牧师，你敢知影？有一届时阵，你去阮教会讲道。我想奇怪，我当时去因教会讲道，我因那拢无这个印象啦吼。伊就讲哦，你去教会讲道煞了后的时阵哦，上帝有爱你服侍人。了后的时阵哦，我就伫咧说，伊讲吼，了后伊就起来，我就为伊祈祷。祈祷的时阵哦，敢若讲几句话，伊会记哩。伊讲哦，我就甲伊讲，上帝伫看见你伫旷野伫遐行来行去，你的心足孤单艰苦，总是上帝讲要伫你的身上，伫你的家庭带来新的祝福，你会成做你厝内面的人的帮衬。我家己根本拢袂记哩这个话，了后听下迄个个别礼拜煞了后的时阵，伊安尼甲我讲的时阵，我甚至抑阁是想袂起来，讲我到底是伫倒一间教会去服侍着伊。亲爱兄弟姊妹，总是伊伫迄个时阵，伊的心受安慰。伊讲对迄一天开始，伊的心受安慰，并且伊带出一个真大的愿望。迄个愿望就是啥物？迄个希望内底就是知影上帝引带伊的照顾伊。结果对迄一天开始，经过几多年，伊的妈妈信主，伊的爸爸信主，伊的小妹信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你对上帝领受的安慰，或者是你心中的感动，对着人的照顾安慰，你唔知伊后界生团变做安怎样啊？总是伫迄个极艰苦的时阵，你一句安慰的话，会成做上帝透过你祝福人的恩典。汉娜伊就转去啊，伊真欢喜，伊感谢上帝，伊面上无搁再带着笑容了。倒转去的时阵，伊就伫迄个所在，甲上帝相共，上帝就赏赐互伊，伊的先生甲伊同齐做伙困，了摇花上帝顾念伊，伊就有心，一直到日子满足，伊就生一个囝，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讲这是我对摇花上帝遐所求来的。亲爱兄弟姊妹，了后的时阵，伊到因全家过年的时阵哦，过年的时阵，因要去安怎？因又搁去示罗迄个所在献年祭。所以新春感恩礼拜吼，毋是乌白用的啦，你知无？新春感恩礼拜就亲像咧献年祭共款，同齐做伙倒来上帝面前，感谢上帝赏赐互咱。这一年来，遐尼济丰盛的恩典，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做伙去。但是真奇妙一件代志，伊离干那甲因全家拢总去示罗哦，要用摇花来献年祭，并行所下的愿。其实上该应该爱去的是啥？汉娜对无？因为是汉娜下愿嘛。总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物？讲汉娜确实无去哩，嘿，这真奇妙。伊就对丈夫讲，听候囡仔长年了，我就带伊去哩条件摇花，互伊安怎永远住伫遐。这个代志有一个真大的，伊永远住伫遐，并毋是甲伊放伫遐，是讲伊爱伫迄个所在甲伊照顾。伊会过一段真久的时间，爱照顾这个囡仔，一直到
长年的意思，毋是亲像咱台湾话讲的长年啊。咱台湾话讲的长年，可能度这一字的时阵哦，抑个会长年。有个人是到安尼，但是有个囡仔可能3个月，有个6个月，有个佫较早，咱就讲啊长年啊，毋是啊。迄个圣经内底咧讲长年是讲，甲伊有法度家己自理生活的时阵，伊就会转来。所以迄段时间会真久长，有诶可能爱甲2、3年。所以伫迄段当中的时间，伊伫遐呢陪伴撒母耳，了解同齐做伙伫遐来家照顾、家服侍。圣经讲安怎样？一直到安尼的时阵啊，伊才去调见伫迄个所在侍奉耶和华，互伊一直住伫遐。撒母耳其实啊，伫当中啊，伊就到伫买手的时阵，等伊长年了，伊送到伫示罗这个所在，伊开始伫伊利迄个所在遐受教示。迄中央一日当中，抑佫有真济母仔囝要离开、分手等等，这当中会真济代志。撒母耳的故事会当佫讲足久，但是我要甲各位讲的只有一项代志。这样代志内底，就是讲，伫咱的活命内底，咱可能经历真济暗淡凄惨的岁月，但是伫你看袂到黑暗的时阵，伫你看伫黑暗中，你拢总看无的时阵，请你爱会记哩，伫上帝遐，伫上帝遐，伫人生的尽头，伫你感觉完全拢总看无的时阵，你爱会记哩，亲像汉娜。伊抑阁有上帝通挖去，抑阁有上帝通挖去。所以，伫看袂到的黑暗中，爱用信心宣告尽头一定有上帝的光伫迄个所在。你捌经过崩空，崩空上会当说明这个道理，有上帝的光伫迄个所在。了，汉娜伊的吟唱诗歌内底讲。耶和华上帝，你对着火湖当中高举颂香的人，对粪堆当中提拔颂香欠缺的，互因甲王子三甲同齐得到荣耀的座位。汉娜的儿女，汉娜敢有想讲有一日因囝会变做以色列当中执政上久的士师？无。但是伊的祈祷，伊的儿女，上帝透过伊的儿女，透过伊的祈祷上赞。伊当然，上帝伊伫迄个所在讲，上帝，你会当对火湖当中高举颂香的人，对粪堆当中提拔颂香欠缺的人，互因安怎？甲本国的王子同齐。意思是啥？得到荣耀的座位。伫以色列迄个时代内底。潘拄才有讲到，罪恶充满，甚至人和人当地充满伤害，各种的罪恶，上帝的艰苦心。但是，因为汉娜的宣告，上帝献祭，讲主啊，是阮相信你会当对粪堆当中提拔阮这颂香的人。安尼，伊的宣告，伊的见证。伊哪会知影讲伊的宣告、伊的见证，结果是祝福着谁？祝福着家己的囝。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斟酌你口中的语言呐，是带有足大的气力。上帝能力甲权柄，你知影这个宇宙是上帝用啥物货做成？用喙。上帝讲有就有。上帝讲爱有果子就有果子，上帝讲爱有土地造出来，变做山岭，土地就造出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言语带着极大的祝福甲稳定。汉娜的儿女甲上赞，结果祝福了家己的囝儿，真真正正。得到荣耀的座位，就是真侪王子继承啥物货？上帝国的权柄。来，我头甲你身边的兄弟姊妹甲伊讲，你真水，你真缘投甲伊讲。
甲伊讲，你是上帝后生查某囝，甲伊讲。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拜六就过年啊，应该讲拜五阴暗哦，才过年啊。过年是咧过阴暗的，所以过年暝的时阵啊，你知影人吼真容易啊。当然，人济好做代志，但是人济有的时阵会安怎？原来容易吼十喙交猫啦。啊，讲来讲去，啊，人下客做伙的时阵吼，原来容易安尼吼，无张持就或者啥摩擦，啊，就讲出的话语来。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喙出稳定的话。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口出温言，互咱喙会当讲阿乐感谢的话。所以过年暝若咧食饭的时阵，无论是啥物人煮的，还是买的，还是人送的，拢唔通讲你要安怎讲？唔通讲就无爱讲啊！就爱讲啥？佫袂歹食，佫真好。啊，人若讲咧袂歹食、真好的时阵咱唔通讲你无食过较好食的啦。你若讲这后你偌好食，乡亲你就唔通安尼讲知无？口出温言，阿乐感谢，你就会祝福到人。咱的喙就会成做上帝稳定的出口，互伊。即句话汉那的祈祷，到伫落尾诗篇的作者，你知影？经过100-200年的时阵，伊个怎样？伫当中，该收录伫诗篇内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会记得定定用阿乐感谢做这来献予上帝。上帝会当安怎神反转？虽然咱即马是伫粪堆中，虽然咱即马是丧乡的人，虽然人看咱亲像土粉，但是安怎神反转，你会变做王子，你会得到荣耀的位分。咱敢毋是安尼？独到恁是受竞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上帝竞选咱，上帝录用咱。搁再来，咱人看，咱。伫即方面来讲，有诶时阵，咱会感觉讲，汉那是因为伊甲上帝下愿好，尾来得到一个囝，伊毋若干那得到一个囝，尾来佫生过来后生查某囝咧。了后咱讲迄是因为汉那伊甲上帝下愿，伊毋才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咱若安尼讲咱就是咧扇家己诶喙皮。我最近毋知是安尼扫手机扫了伤济安怎？这手话要生死安尼啦。又搁酸又搁疼，所以你若看我即马安尼跪安尼跪咧你安尼看拢袂安怎？毋过足疼的，就即支手用要废掉伊安尼共款，就足疼就对啊。为着即个代志安怎？讲哪会遮衰啦哪会遮可怜啦实在是，人别人都袂是安怎，我着遮我呢遮挡袂牢安尼好。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安尼想。就是这一礼拜以来安尼啊，我要60岁啊，准我60岁好啊，准我60岁，一年有准50礼拜，60岁，一年准有50礼拜，安尼偌济，安尼就是3000礼拜过去啊嘛，对。我感觉为着3000礼拜内底。有2999个礼拜，我即支手拢足平安，拢足健康的，甲上帝讲感谢上帝你赏赐我即支手健康佮平安2999个礼拜，上帝我感谢你，来保守平安。无呢，敢若伫即礼拜手安尼酸抽疼，我知啥？人喺工位遐讲做啥？酸总统啦，酸。总统对，
干那一礼拜选总统尔，啊，就安那埋怨上帝。你有注意到无？人足无好，就是安尼。2999个礼拜，拢足平安，也无甲上帝感谢过。这一礼拜了啊，选总统尔，就安怎开始埋怨上帝。你有看到咱人安怎？足袂晓感恩的啦！咱来求主上帝施恩怜悯伫咱的身上，咱伫咱的活命内底，咱会感觉真侪代志拢遐尔啊平凡，咱就伫迄个所在讲，就安尼尔，本来就应该安尼啊。酒报内底有看一个啊，这有这陈文官啊，这有这沈维珍啊吼，啊沈维珍哦含周幼聪哦，因是夫妇。对着你来讲，你后生查某囝过来啊。对着我来讲的时阵啊，阮好不容易才一个啊。阮毋是毋生呢，阮是含慢生呢，袂晓做人呢。但是你知影，维珍吼，伊伫有心的时阵啊，了后伊就伫当中啊，过无偌久，医生讲啊，你这一定爱安胎，所以倒伫眠床顶倒偌久。都超过8个月，你讲好安尼足好命，好你倒眠床顶，你莫倒8个月，你着倒一礼拜就好，拢莫起来。所以咱一定爱真斟酌平凡，对咱来讲可能是平凡，但是实际上是啥？是稳定。咱已经足侪稳定，所以了后伊即摆囡仔出世。伊有做啥？牧区，我感觉这个名字真水。沐浴伫上帝希望内底啊，就亲像汉娜共款。伊伫上帝的愿望，伫上帝的希望内底，伫迄个所在领受上帝的祝福，平平安安来到这个世界。咱毋知影咱将来会怎样，总是咱知影一个真大稳定是咱。伫上帝听甲伊的祝福内面来经历，来咱同齐做来读这两句话，来用华语来读就好啦。吼，来，神迹是上帝不常做的平凡事，平凡是上帝经常行做的神迹。咱敢看得出来？什么是神迹？神迹就是上帝无定定咧做的，迄个做神迹啦。咱讲迄个这神迹，但是咱讲平凡，我来讲平凡是上帝逐工拢咧做的神迹呢。今仔日上帝吼，若袂记你放空气，今仔日上帝若袂记你放空气，你看你会安怎？啊，对无？所以迄是啥？是上帝逐工拢放空气呢。亲爱兄弟姊妹，所以愿咱会记得是上帝听内底。上帝其实想是互咱真侪稳定啊！哦，这是伫水沟社翕的啦，这毋知伫什么所在翕的，我袂记啊。其实这个物件吼，你伫平常时吼，你若了啊注意一下，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真侪真水的。这叫做龙尾草啦，哦，这叫做笑颜花，这毋是梅花哦，这叫做笑烟花、笑颜花。但是你就是甲斟酌咱教会吼，我有诶时阵吼嘛去翕咱教会，咱教会吼外口遐佫有桂花啦吼，佫有迄啥物花，迄个桂花，佫有迄个七里香啦，迄其实拢足香诶啦吼。其实你若了甲斟酌，你毋茫安尼甲看过，就准拄煞呀。上帝好不容易精心设计甲呢，你怎啊来有影看过，佫用手甲背一个，佫翕一个，哦，你安尼。足无礼貌诶，你敢毋知哦？所以求主帮咱啊，互咱会得哩看见。这个吼，这是樱花啦，这这香水垂梅，这是梅花。咱的梅花拢是叶安尼生起嚟啊，但是这个垂梅哦是安那垂落来，哦，所以这是你若会得看梅岭，你即马梅花咧开啊啦吼，有个人去赏樱啦吼。你会当去赏梅嘛吼？无论赏樱赏梅，其实台湾有真侪所在。
所以有的时阵放落你的脚步，寥寥啊，去欣赏上帝所创造一切的美好。哦，这张有水无？这张是即届木家旅游的时阵哦，阮去迄个啥物所在啊？雪霸，对，有伫个所在看到，我感觉迄个景哦非常的水，所以就甲翕落来。所以你爱定定去看，哦，这哦，这张相哦，我想袂哦，就是要甲这线拢甲伊除掉，但是都拢踩伫遮里哦，一天坐车倒来的时阵哦，日头落，说悬日哦，规粒红光光，我的相机都无够好，我毋是 iPhone 16个啦哦，所以就无法度。总是你着看到迄个景非常的水。咱台南有无？有呢。台南上水哦，做啥？黄金海岸。来，无去过黄金海岸的人举手一下。哦，安尼感谢上帝。哦，原恁，拢是你无去过哦。灵感牧师带你做回来，真正爱去黄金海岸。哦，你若去黄金海岸，看到人的日头落山，古早册哦，这日头落山，毋是咱的日头是落海的啊，咱算海线的就对啊。迄日头落海的时阵哦，你看到。特别哦，热天的时阵，水汽若有够，你有时阵哦，看到迄天顶迄个云彩哦，你真正感动甲会流目屎。你真正看，上帝互咱台南真正是有够大、有够大、有够大的恩典。即马台北人桃园人新竹人，你有感觉咱最近的时阵哦，拜五阴暗开始，规个路林拢总学到爱有无？我。莫怪咱台南人讲好啊啦，你莫过来啊啦，知无？台北人讲一句话，就是坐高铁的落来啥？台南佚佗一天，食一天，搁坐高铁的转去拢比伫台北佚佗还搁较好，搁较会好。相信啊，来你甲你身边讲，台南人非常的幸福，甲伊讲来。真正我无甲你骗你真正你看这有水无？这毋是咱台南啦，这是啥物所在？阿口遐南环啦，南环即马搁修理好啊。你若有机会我来去南环，但是你毋好选，千万你毋好选过年啊！你过年选去南环的时阵，我甲你保证，我绝对甲你保证你绝对塞车塞伫遐袂顶袂动，但是南环真正足水，你啊看这上帝互咱的说，互咱的宝岛遮尔啊水。这就是摊拄啊迄个垂梅落落来。你看迄花这花瓣落伫土骹，装点甲非常的水哦。只要你若愿意了了啊斟酌，一世界拢会当看到上帝的恩典。咱就是坐伫教会内底，你敢会当发现到上帝的恩典？会啊，哪会袂？你看，咱有一群毋是上善良的，但是普通善良的兄弟姊妹啊，对毋对？毋是上好的，但是嘛是不止啊真好啊，对毋对？咱就是有一群人会当三甲同行天路，咱就是会当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伫咱软弱病痛的时阵，有人会当甲咱三甲做伙祈祷。所以你毋通定就亲像廖牧师讲我歹命，我要倒伫铁基路火车角，伫遮挨爸叫我也无人要来解救，这个搁伫遐咧笑，这拢也无甲我关心着人哪会知影你是伫遐佚佗，还是咧伫遐真正哀叫？人生的苦楚内底你毋通定定看你无的。爱定定欣赏上帝互咱有的，对无？我有的时阵看到人咧头毛安尼乌心心，我来见拜翕相的时，毋是翕相啊，照镜的时阵，我拢会看到讲我这头毛哪会即落型的呢？我真欣赏迄曾德杰啦，个美容节啦，个建基兄啦。因这家口的头毛足奇怪的，毋是奇怪啦，爱讲足奇妙的啦。因兜的头毛拢安那白甲会反金，有无？拢白甲会反金。我这拢种朴色的尔啦
了后的时阵哦，有一摆吼，我去中国，有一个人哦，甲我着去迄大学的所在遐哦，伊遐行路嘛。了后一个囡仔哦，撞来讲，请问你是哪一个系上的教授哈？哦，害我爽，哦，害我哦，心肝欢喜一个就对啊。原来这教授头，人教授的头拢是安尼。啊，肤色啊，乌甲白掺一寡呢，安尼有这教授知无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毋好定定看咱无的，咱要定定欣赏咱有的，迄就是恩典，迄就是上帝的祝福。来，咱讲一句话啦，咱同齐这个来读一句话，请。上帝毋是无互人恩典，是人无在意上帝的恩典。咱的问题是出伫倒位？咱的问题是出伫讲哦，我有的这本来就应该我有的。亲爱兄弟姊妹，无啦，无倒一项本来就应该你有的啦。逐项拢是啥？上帝的赏赐啦，这才是真的啦。所以，毋是上帝无互咱恩典，是安怎？是咱根本无在意、无斟酌上帝互咱恩典。你看这场花哦，我本来要摕比赛的呢，啊，这是啥？这毋是兰花啦，杜鹃，啊，杜鹃，啊，但是呢，近甲伊翕的时阵哦，你就看到伊的纹路吼，真正水甲会惊人，啊，所以你要非常仔细去观察，哦，去看每一个小所在，拢有上帝极大的智慧伫其中。所以，咱对安尼，过去咱有受真济苦楚，了后咱享受现此时上帝所予咱的一切，对无？咱到即马嘛是要搁咧享受上帝予咱的啊。所以伫当中，咱爱搁较会晓得怎样甲上帝相甲同行。汉娜伊祈祷上帝，当全家拢去死落的时阵，汉娜伫迄个所在讲，听候囡仔。有法度生活的时阵，我就带伊去雕见上帝，安怎，互伊永远踮伫遐。所以汉娜毋是无负责任，毋是无对上帝敬拜，伊反倒等是啥？对上帝遐求来的恩典，伊搁家做，互伊搁较水、搁较斟酌的，了后安怎样来奉献互上帝？这才是一个真正服侍上帝的人。圣经内底讲，恁向上帝下愿，若要行愿，毋通一直张图，因为伊无喜爱愚妄的人。啥物叫做愚妄的人？愚妄的人就是下愿无行愿。上帝啊，恁若互我安怎，啊，我就一定会安怎。结果上帝互咱安怎，啊，咱都无安怎。这叫做愚妄的人。圣经咧讲，第五节讲，你下愿无行，倒不如莫下愿，毋通互你的喙，互你的肉体犯罪。嘛毋通伫牧师面前讲啊，无啦，我都下了毋对去啊！乡亲千万毋通安尼。咱爱斟酌为何上帝因你的声音来受气，摆喺你手中所做的呢？咱若下愿无行愿，就等于向上帝讲白贼，对毋对？咱莫讲下愿啦，咱就是讲，我含工位遐哦，讲哦啊，今仔日哦12点啦哦，工位遐哦，啊无咱来精英，我带你来精英食饭啦。工位仔讲好，哦，啊，我就要带伊去精英食饭。啊，但是伊袂记你讲一句话，我袂记你讲一句话，啊嘛是要讲。结果的时阵哦，去甲阮两个人就去精英食饭，食了后的时阵哦，啊，我就甲工位仔讲，啊，你唔爱付钱。工位仔就甲我讲，啊，牧师毋是你带我来，我就甲伊讲，我有一句话袂记你讲，我要带着你啊，你要带着钱呐。哦，安尼知无？我袂记你讲啦。这叫做啥？白贼诡诈的字头。咱若含人相约，结果的时阵，咱若无照约束行，安尼咱就是啥？讲白贼的人。咱甲上帝讲，上帝原本无定着一定要甲这个互咱，但是咱讲下愿，咱甲上帝下愿，上帝也愿意。但是你下愿的时阵，唔好乌白下愿呢，去遮下大愿。那我做皇帝，有一天真正会做皇帝哦。华人的社会内底有一个去遮做皇帝，朱元璋有无？原本的时阵，其实会当做真好啊。但是当伊上台了后的时阵啊，伊上王座了后的时阵，甲伊同齐做伙拍拼，遐将军全部拢杀死了。
安怎？因为惊安怎？惊后界遐人会篡伊的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下愿一定爱慎重，毋是袂当下愿，但是咱爱斟酌，爱伫主的面前有一个恭敬的心，有一个斟酌的心。汉娜伊伫迄个所在讲，我着带伊去朝见耶和华。伊伫上帝面前是为着要向上帝来感恩。伊讲，互伊永远踮伫遐。今仔日咱向上帝求这个恩典，求迄个恩典。当上帝互咱，甚至上帝将咱无求的嘛互咱。那呢，咱是毋是愿意将上帝互咱的遐的一切，正做踮伫耶和华上帝的殿中，侍奉上帝、敬拜上帝的一个证据？所以咱伫主的面前，知影怎样，就是到伫年老的时阵，咱犹原踮伫耶和华的殿中。有王来，甲妈妈抱起来坐下来。抱袂起伊，好来。红五姐吼，来伫遮哈，来甲口罩摕落来一下哈，来。红五姐，你今年几岁啊？91啦，亲爱兄弟姊妹，来，甲你身边的兄弟姊妹讲，91岁原来爱来做伙做礼拜，甲伊讲。来，甲红五姐拍拍一下，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感觉咱安乐信教会有长寿因子呢，你敢知？咱的啥物人啊？咱的古早的时阵吼，迄个英怀进活到99岁，啊，迄个啥物人啊？迄个单身这偌几啊？无，单身这活到93，啊，安尼这咧91，哦，是感谢主。啊，你知影迄个啥？淑婉这因爸爸吼。来咱教会活到95呢，哦，所以你知影，我感觉吼，咱所以你爱来安乐信教会，知无？你会活足久哦，感谢主，所以我要讲的一个代志是，就是到咱伫年长的日子安怎，咱拢踮伫耶和华上帝殿中，踮伫耶和华上帝殿中，你坐伫迄个所在，就是一个见证。上帝会当录用你，透过你的活命，透过你的见证。上帝拢要丰丰富富赐福予你。春风哥哥爸爸几岁啊？90，来，甲迄个江林兄哦，拍摩就是90。哦，我练功的时阵哦，招咧12个哦，就变做1000岁啊！你敢知？哦，所以上帝赐恩伫咱内面，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互上帝所录用。继续伫主的面前来服侍，回顾过去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典，孝顺咱对上帝所领受的福气，献上家己做活祭，了咱用全家来侍奉主，亲像汉娜同款，伊伫迄个所在，甲伊的全家同齐服侍上帝，甚至奉献。伊照着主上帝所讲的，对上帝所讲的，伊就照安尼去行。上帝就怎样高举伊？汉娜的上赞的诗歌，上帝，你对着火府当中高举颂扬人，对着粪堆当中高举遐欠缺的人，互因甲本国的王子三甲做伙同齐。就是得到荣耀的座位，亲爱兄弟，咱的日子会当伫上帝面前，更较互上帝所录用。新正年头要到的是，期待咱人三甲做伙孝顺上帝的恩典。咱愈会晓孝顺上帝的恩典，咱就愈会自信伫上帝对咱的恩赐。来看周报第3页，
酒杯第三页顶面有一个，过年暝的时阵，咱也做伙食团圆饭，咱会当引带咱的家庭，每一个人分享这一年来对上帝上界大感恩的代志。讲一项就好，毋免讲伤久啊，1-2分钟就好。也是食饭了后，咱嘛会当三甲做伙分享。了后，咱也会通请每一位厝内底的人讲，对未来一年，咱个人愿意为着厝内底的人奉献什么款爱的行动。可能有一个囡仔吼，伊咧分享这个题目的时阵吼，伊就吼甲因妈妈讲：妈妈，我后摆吼，我明年吼一定吼，每一天拢甲你讲一摆妈妈我爱你。结果有一天的时阵吼，伊读册吼伤赶紧吼，结果去的时阵，伊直甲用隔工搁要考试，结果的时阵吼，伊隔工醒起来的时阵发现昨袂记哩甲妈妈讲我爱你，就一直哭呢。你妈妈讲你是安怎？你哭啥话？讲妈妈，我昨天忘记跟你说我爱你。了，伊妈妈嘛真有智慧，伊就甲伊讲没关系，你今天可以说2次，安知无？安慰囡仔的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厝内底若有疼，家庭会一定愈来愈水，一定会愈来愈有祝福，会当全家侍奉主。最后第三项会当讲，请咱每一个厝内底人分享，对未来一年，咱个人怎样会当期待，更加认捌上帝，经历上帝。了后，你会当为着你厝内底的人，为因祈祷，为因祝福。过年的时阵哦，真容易人会放松家己，但是互这个休困的日子，除了会当得到较久长的休困，恢复体力，过年敢毋是更较应该是咱含厝内底的人三甲做伙享受欢喜，彼此相听交陪的日子。另外一方面嘛是安怎？享受咱对上帝所来属灵的家庭丰盛平安的稳定。上帝存着感恩的心，是基督徒的记号之一。感恩的生活也是一个望上帝悦纳的生活。咱若会晓定定存着感恩的心，满足伫上帝现处是互咱的稳定，咱就会通更较有能力。赢过现实的困难，了后，咱伫其中有欢喜。定定孝顺稳定，咱就会对着苦难转换喜乐。你一定爱起来为家己的征战，唔好互家己惯死伫劳苦愁烦内底。爱定定看上帝互咱的稳定，定定算上帝互咱稳定。安尼就是伫现实虽然有困难，但是你原来有喜乐。求上帝帮助咱。自信伫上帝所有的，互咱的一切，会互咱定定献上感谢的祭，也会互咱更较望上帝欢喜悦纳来忠贞。回想过去，享受现在，献上家己，互上帝来路用，直到万世代。三甲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互阮一切丰盛的稳定。也互阮会通伫即个时阵，阮就是为主来活，享受上帝所赏赐互阮即时一切的丰盛，甚至伫苦难困难当中，上帝你对阮的训练，阮受训练了后，阮就会生出能力、智慧，解决问题，各样的丰盛的祝福。主，我要感谢你，并且你锻炼阮，阮就会比精金更较纯、更较宝贝。所以，阮将阮家己放伫上帝你的手中。过去你怎样一路引带阮、照顾阮到伫如今，阮也愿意对着过去的经验得上帝引带，知影你的道路是上水上好。所以，阮也甲家己放伫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引带阮、路用阮、赐恩互阮，用阮来做成你的见证。感谢主，
将这个恩典赏赐阮。祈祷感恩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在咱当中有神来感谢主吼。啉暖慧姊妹来伫倒位？暖慧姐来，欢迎暖慧姐，感谢主，谢谢。请坐吼，谢谢，感谢主啊！伫上帝厅内底会当三甲做伙经历伊的丰盛。还有其他新来兄弟姊妹无？或是无？咱三甲做伙同齐起立，来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上帝所赏赐予咱一切丰盛恩典，所以咱尽心尽力来奉献，也是对上帝感恩的回应。正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也伫主的面前领受各样的祝福。我心切切羡慕你主，我要紧紧跟对你，你稳定甲主爱永远伫地，你信实的教养我的主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恶乐。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靠无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允，我安歇伫你怀里，我免世人挂上你的恩典，你教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愿全能的主上帝，徛起伫过去，伊对你的疼痛、照顾甲怜悯，也因着你伫伊面前所持守虔诚的敬拜，继续赏赐予你，伫今日领受伊的恩典、能力甲祝福，互你伫未来的年日犹原服侍伊，犹原跟随伊来行，犹原照着伊的旨意，疼惜你身边的人，通互你的年日见证上帝利益人，直到将来，咱要伫上帝国，该进入新天新地的欢喜，新天新地万民敬拜的日子。愿上赞而乐拢归伫伊，愿平安喜乐归伫你，甲你的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